演出的地方到了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唱。你好，我们是来演出的，晚上唱的舞台就在这儿，是私人的家庭晚宴。在江浙沪的时候，我们这种私人的晚宴应该说是唱了几十场，但是来香港唱真的是第一次。吃饭喽，今次。方太太硬着主张帮姑娘，搿方青心里还没明白。葛么今朝方大人也为叶大娘去倔强，你帮得姑娘我不临门，下头啊得罪我，永乱我不得姑娘势力。故而第一次帮队不欢而散，为叶大娘去逼。你罗里识得姑娘个长子，做我把你这孽障为一枪毙。实在是没轻易婢女否之身，因为你们得罪沈家女巨人。婢女纷纷都打扮破病，不为己知心中心。想得姑娘果真去病时，为我把你礼服颠背，把你衣服跟。跟于送礼往当地去，还以媳妃把你寻几身，非与姑娘离心人。打个出租车去维多利亚港坐船，起步价27。这里的游轮还是很便宜的，这里摆渡到尖沙咀，一个人只要3块钱。晚上8点多了，这里人还是这么多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维多利亚港的五彩斑斓，让我们沉浸其中，感慨万千。